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講咧，今日父親節我哋有 celebration 啦，咁所以完咗之後咧，我哋嘅牧恩主廚咧，亦都預備咗今日有 lunch 嘅，咁所以大家記得整留步啦，亦都感謝弟兄姊妹嘅辛勞，特別係廚房事工啊，特別係我哋嘅牧恩主廚每一位，感謝你嘅辛勞，亦都感謝今天嘅早上啦，我哋弟兄姊妹一早嘅嚟到要 set up 等等，咁感謝主。咁今日我特別歡迎到有 South Bay Campus 嘅到我哋嘅當中歡迎你有兩位嘅陣間你想知邊個咧，同我哋打下招呼，咁佢就會介紹你，話俾你聽邊個係 South Bay Campus 噶啦。好，咁請打開你嘅聖經，我哋今日個經文咧就喺詩篇68篇嘅第5節一段好短嘅經文，亦都可能大家係平時可能都唔係點樣睇嘅經文，但係我覺得都好值得大家去咀嚼嘅。好，如果有聖經就請打開啦，如果冇嘅唔緊要啦，就睇我個 PowerPoint 睇先。原來我呢度睇到唔使擰轉，感謝主多謝 Howard， 多謝 Anna set up。好，神在他的聖所做孤兒的父，做寡婦嘅伸冤者。聖經就係讀到呢度啦，讓我重複一次。神在他的聖所做孤兒的父，做寡婦的伸冤者。詩篇68篇第5節，讓我哋一齊低頭嘅禱告。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感謝你今天嘅早上，讓我哋能夠思想到呢一段嘅經文，亦都喺父親節呢個日子裏邊，再一次嘅思想到父親，每一位父親，每一個父親，同埋屬靈嘅父親，每一位嘅父親嘅角色。求神你今天嘅早上向我哋每個人講說話，讓你嘅話語同我哋能夠進入我哋嘅心裏邊，以致到我哋能夠聽到、傳道、行道。奉主耶穌基督得聖名之祈求 ，Amen。好啦，我唔知大家最近有冇2個禮拜之前睇過呢段新聞？有邊個係冇睇過㗎？即係個個都有睇過，係咪？嗱，最係應該2個禮拜嘅前，咁香港發生咗一件好大嘅新聞，的而且確我睇嘅時候好震撼。如果大家係未睇過嘅，咁我喺度簡述少少俾大家聽。有一個48歲嘅母親同埋佢12歲嘅女喺短短10個鐘之內相繼輕生。根據傳媒嘅報道咧，呢件事係發生喺太古城裏邊嘅。係據了解，呢個母女當日因為一啲學業嘅問題，以致發生咗一啲爭執，跟住母親就爭執完之後就墮樓啦，就即係簡單嚟講，佢就墮樓身亡。而個女喺當晚唔夠10個鐘，喺應該係10個鐘之內。跟住，亦都係相繼跟埋母親去墮樓離世啦。呢一個 double tragedy 呢件事件一個雙重嘅悲劇，震驚咗整個嘅香港嘅社會，亦都引發咗好多嘅討論，關於家庭嘅關係啦、親子嘅溝通啦、心理嘅健康嘅關注等等。嗱，當我睇到呢段新聞嘅時候咧，我心裏邊第一個諗起一個人咧，可能你以為我會諗起佢個母親，我唔係，亦都唔係呢個女，我係諗起呢位父親。嗱，新聞提到咧，當母親離世之後，其實呢個父親一直陪伴呢個女去醫院接受個心理嘅評估，咁後來咧就陪個女翻去屋企，冇諗過喺短短幾個鐘之後，呢個父親再一次嘅唔單止失去咗妻子，失去咗個女兒。嗱，我唔知大家個心情點樣聽到呢度。嗱，當我睇到呢段新聞嘅時候，我真係好難去想像呢個父親個心情究竟係點樣樣。啱啱朝頭早失去咗妻子，到夜晚失去咗個女。短短1日之內，整個嘅家庭發生咗劇變，徹底嘅改變。
嗱，我相信咧喺未來嘅一段嘅時間裏邊咧，好多人會討論，可能會繼續討論呢件事。有人會討論嗰個教育制度啦，有人會討論嗰個心理健康，有人會討論家庭問題等等。但係我相信，好少人會真正諗一諗呢位父親依家過緊嘅係一個咩嘅生活呢？特別今日係父親節，究竟喺呢一日裏邊，父親節佢而家係懷住乜嘢嘅心情呢？嗱，就喺我思想到呢件事件呢位父親嘅時候，我亦都諗起另一位父親。咁呢位父親係咩？邊個呢？就喺2000年前，呢位父親嘅名字叫做約瑟。嗱，喺聖誕節嘅時候，我哋會記得瑪利亞，會記得天使，會記得牧羊人，會記得東方嘅博士，但係好少人會講起約瑟。約瑟冇講過邊度，約瑟冇行過一個神蹟，約瑟亦都冇留下嘅一句名言。但係咧，神卻佢將自己嘅獨生子交託俾約瑟。上帝話：大衛嘅子孫約瑟，不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子瑪利亞來，因為所懷嘅人係從聖靈來的。約瑟跟住點呢？約瑟跟住就遵命而行啦。上帝於是又同約瑟講話：起來，帶着小孩子和他的母親往埃及住在那裏。約瑟又跟住遵命而行。上帝跟住同約瑟講話：起來，帶着小孩子和他母親往以色列去。跟住約瑟係點啊？一樣遵從上帝嘅吩咐嚟到行。約瑟默默咁樣守護住佢嘅妻子瑪利亞，守護住佢嘅兒子耶穌。佢默默咁樣養育佢哋，默默嘅順服神嘅帶領，最後又默默地離開咗呢個人生嘅舞台。相信喺耶穌基督公開傳道嘅時候，約瑟好可能已經係離開咗呢個世界。好少人會記得約瑟，好多人會忘記佢，但係神從來冇忘記佢。而其實今日喺我哋身邊，亦都有好多人好似約瑟一樣，有啲係單親嘅父親啦，有啲係有特殊孩子嘅父親啦，有啲係單身嘅弟兄。佢哋默默嘅付出，默默嘅承擔，好少俾人見到，亦都好多時候俾世人嚟到遺忘咗。甚至喺父親節嘅呢一日，有好多人個心裏邊可能唔係充滿着喜樂，而係充滿着孤單，充滿着遺憾，充滿着辛酸，充滿着好多嘅眼淚，但係卻係唔係好多人去關注。今日嘅經文詩篇68篇嘅第5節話俾我哋聽，神原來喺佢嘅聖所會作孤兒嘅父，同埋會作寡婦嘅伸冤者。當大衛寫下呢篇嘅經文嘅時候，呢一節詩嘅時候，佢話俾我哋聽一個好寶貴嘅真理，神係特別看顧嗰啲被遺忘嘅人。神見到孤兒，神見到寡婦，神見到傷心嘅人，神見到孤單嘅人，神見到嗰位太古城失去咗妻兒嘅父親，神亦都見到約瑟默默嘅一生。佢見到今日我哋坐喺度每一位帶住唔同心情嘅父親。因此今日我想從詩篇第68篇嘅第5節嚟思想第一個真理，神係看見嗰啲被遺忘嘅父親。喺聖經嘅時代咧，大家唔知唔知咧，孤兒寡婦係弱勢嚟嘅，係最容易被忽略嘅一群。點解咧？因為孤兒寡婦當時嚟講係失去咗經濟嘅支柱，喺當時嚟講冇咗保障，冇咗依靠。但係神卻係特別提到佢哋喺呢一篇詩篇嘅68篇裏邊，特別提咗佢哋。神係特別關心嗰啲別人睇唔到嘅人。嗱，其實喺我哋嘅社區裏，甚至喺我哋嘅信仰嘅群體裏，係有唔同各式各類型嘅父親，或者唔同各式各類型嘅男士，佢好可能就係坐喺我哋嘅當中，卻有意無意地
俾我哋忽略咗，俾我哋遺忘咗。嗱，我哋當中可能有啲好似亞當一樣，子女之間存着激烈嘅嫉妒，以致兄弟相殘。我哋當中可能有啲好似亞伯拉罕一樣，因為家庭出現咗變數啦，以致到骨肉分離。我哋當中可能有一啲父親好似大衛一樣，遭受到兒子嘅叛變同埋叛逆。我哋當中可能有啲好似約伯一樣，嘗盡喪子之痛。我哋當中可能好似喺路加福音第5章裏邊記載嗰個浪子回頭個父親一樣，日夜守候住大門，靜待子女嘅回歸。上個月母親節啦，咁我就去 reference 嗰度講道。咁當日就我講咗一篇，分享咗一個由 Amy Young 佢個 blog 裏邊，Amy Young 咧就住喺北京一段時間啦。但係 again 佢唔係中國人嚟嘅，佢只不過有個 last name Young 啫。咁佢摘寫咗一篇文章，係獻俾所有嘅母親，佢係致敬，為好多嘅母親致敬，係向好多唔同類型嘅種種不同形式嘅母親去致敬。文章講到，文章當中好肯定咗母親嘅角色，亦都好肯定咗母親裏面當中擔當好多嘅複雜性，好多嘅獨特性，以至到展現咗現今好多母親喺佢哋人生每一個階段嘅點滴。對於今日嘅父親嚟講，或者父親節嚟講，對於父親節嚟講，我相信情況都係好類似。當然並非所有嘅父親都會經歷以下嘅細節一樣。有啲父親可能做父親充滿咗喜樂，充滿咗快樂，充滿咗欣慰，我為你感恩。但有啲父親可能充滿咗憂傷，充滿咗關係嘅疏離，帶住好多嘅辛酸。今日我相信呢，唔係個個人走入嚟教會都係帶咗一個喜樂嘅心情。今日好多人走入喺特別喺父親節走進教會嘅時候，都帶住唔同嘅心事，帶住好多複雜嘅心情嚟到走入嚟教會，特別喺父親節呢一日。我亦都喺網絡度讀到一篇對父親致敬嘅文章。呢一篇嘅文章觸動咗我自己好多內心嘅深處嘅故事。我哋都覺得呢篇文章反映到好多現今嘅父親或者好多嘅男士們目前嘅人生嘅階段，或者過往嘅一啲階段。咁呢篇文章講咩呢？佢話對於今年初為人父嘅你，我哋願意同你一同慶祝一個新生命嘅誕生，以及你將要肩負嘅傳承。但係對於今年痛失咗愛子、痛失咗愛女嘅你，我哋同你一齊嘅哀慟，我哋同你一齊舉哀。對於嗰啲要深夜去餵奶，俾你嘅兒女們一不停咁問 why 點解，發出好多嘅問題，我哋向你致敬，我哋感恩你願意花時間去陪伴，感恩你有個耐心，亦都感恩你有一個充滿愛嘅毅力。對於嗰啲今年啱啱承受流產、失去咗兒女，或者領養受挫、同子女疏離嘅，我哋願意同你一齊哀哭，一齊哀慟。對於嗰啲走上不孕不育、冇辦法子生育嘅弟兄姊妹嘅朋友，我願意同你一齊並肩同行，願我哋慎言，少一份嘅厭見，多一份嘅體恤。對於嗰啲同子女有好好嘅關係嘅，能夠享受到承歡膝下嘅，我哋為你感恩，亦都與你一同歡喜快樂。對於嗰啲父親喺作父親嘅道路上背負着心痛，背負着好多嘅辛酸，背負着好多嘅遺憾，我哋願意同你肩並肩，願意同你陪伴，一同嘅面對，而且我哋唔會帶出任何嘅論斷。對於今年痛失咗父親嘅，並且
感覺好似自己一個孤兒一樣，我哋同你一齊舉哀。對於嗰啲被一啲失職或者帶有暴力嘅父親去苦待，甚至虐待過嘅，以致影響到你對天父嘅形象嘅看法，我哋理解並且正視你嘅傷害，同埋正視你嘅感受。對於嗰啲仍然係單身嘅，但係想步入婚姻嘅，我哋知道，我哋了解，我哋祈求生活並沒有讓你失去對生命嘅盼望。對於嗰啲即將要空巢嘅，我哋一路一邊為你感覺到歡喜，另一邊我哋為你感覺到失落。一個篇章嘅落下，但係你對兒女嘅愛係永遠長存。對於嗰啲作為繼父嘅，願意挺身而出做一個屬靈嘅父親嘅，我哋讚揚你無私嘅愛，亦都讚揚你無私嘅奉獻。我哋嘅神係知道你哋每一位在座嘅每一位父親嘅名字，佢會側耳細聽你每一個輕聲嘅嘆息。當你心碎到一個地步，你唔能夠用言語去禱告嘅時候，我哋嘅聖靈係會用說不出嘅嘆息去為你哋禱告，為你嘅言語上填上空白。The Holy Spirit will fill in the blanks for you。大家唔好以為神會忘記你哋每一個，因為我哋嘅天父係我哋嘅阿爸父，全能嘅主上帝。佢本來可以用好多嘅方式同人建立關係，但係佢就偏偏選擇咗 family， 佢就偏偏選擇咗家呢個關係。嗱，神可以描述佢自己或者描繪佢成為一個對你係一個仁慈嘅君王，係一個和藹嘅主，或者一個好有耐心嘅守護者。但係你有冇留意，上帝係用咗父親呢個關係同我哋建立。上帝之所以揀選父親，因為上帝知道我哋深知一個父親嗱，一個父親係應該點樣嘅，同埋一個父親嘅職責亦都係點樣嘅。上帝想話俾我哋聽，上帝對我哋嘅愛就好似充滿關愛嘅父母對子女一樣，佢永遠都係當我哋係佢最親愛嘅兒女。我最近上網無意中睇到個 video， 咁呢個 video 係講咩嘅咧？亦都係另一個 video 好震撼到我嘅。咁呢個 video 一開始就喺個 grocery store 嗰度，我諗係 Walmart 啊，如果唔係 Walmart 就 Target 啦，是但啦。咁有一個人係女士嚟嘅，佢就同另外一個女士上咗年紀嘅女士講，佢就話唔好意思啊，你係咪邊個啊？咁嗰個女士上咗年紀嘅女士話係啊，咩事啊？跟住呢個人再問啦，呢個女仔再問，佢話你係咪以前30年前你係住喺邊個州邊個灘嘅邊條街？咁呢個人呢個上咗年紀嘅女士開始露出一啲不耐煩嘅一個面色，就用啲好急躁嘅嘢話係啊，咩事啊？你想點啊？咁呢一個問佢嗰個年輕嘅女士就話唔係啊，我冇惡意嘅，我係想即係我知道呢個都好有一個好突然，我好唐突，但係我想話俾你知咧，我係有啲嘢想同你分享。咁呢個上咗年紀嘅女士更加不耐煩話 cut the chase，shoot， 即係簡單嚟講就話唔好咁多廢話，唔該你快講。咁呢個問佢嗰就帶住戰戰兢兢講話，係啊，唔好意思，阻咗你啲時間。其實你記唔記得你30幾年前你喺呢條街呢個州呢個城市你生咗一個女，嗰個就係我啦。咁呢個上咗年紀嗰個女士，我初頭第一個反應講一個，我覺得梗係大家相擁好開心啦，搵翻個女。佢竟然好惡咁同呢個女士講話，你特登嚟 stalk 我啊！跟住露出好厭惡嘅表情就話，你竟然去跟蹤我去查我，
你係邊個啦？佢話我唔理你依家係我邊個，或者你曾經係邊個，就算你真係我邊個都好。佢話嗰個 adoption 已經 close 啦，is a close adoption。跟住佢起身朝住個門口講話：你唔好再嚟煩我，你又唔好嚟騷擾我。如果唔係我告你，已經係 close 嘅 adoption 啦。我同你係絕對冇關係嘅。哇！我睇到呢度咧，我當時講我都唔睇落去啦。但係我當然聽到嗰個女仔就已經係 burst into tears。嗱，我好難去想像一個母親，你放棄咗呢個女兒，呢個女兒去揾翻你，你竟然去同佢再一次嘅去拋棄佢，再一次嘅去唔認佢。嗱，俾親生父母遺棄係一件極度痛苦嘅事，係一件極度心碎嘅事。跟住再度重遇之後，再一次嘅係遺棄，再一次嘅受到傷害。我覺得人世間嘅愛原來係有條件，亦都係有限嘅。但係感謝主，當我睇大衛寫呢篇68篇詩篇嘅68篇嘅時候，終於肯定咗原來上帝係愛我哋。佢話佢要喺佢嘅聖所作孤兒嘅父。呢個何等嘅令人感恩！神係我哋嘅父，大家有冇諗過？神係我哋嘅天父，而事實上耶穌基督喺教導我哋禱告嘅時候，佢原來係同我哋教導我哋就話，我哋們祈禱嘅時候要話我哋在天上嘅父。而整本聖經都話俾我哋聽，上帝係一個充滿慈愛、充滿恩慈嘅父親。喺以賽亞書裏邊49章15節嗰度咁講嘅，佢話婦人焉能忘記他吃奶嘅嬰孩咧，不憐恤他所生嘅兒子咧？佢原來真係有嘅，即或有忘記嘅，而神同我哋講，我卻不忘記你。哥林多後書第6章18節話，我要做你們嘅父，你們要做我嘅兒女。呢個係全能嘅主話嘅。嗱，其實你會見到喺以賽亞書原來上帝係父兼母職，你要見到佢有個特質喺度，但係上帝卻係選擇咗用陽性呢個稱呼。你會見到如果你睇原文嘅係有個陽性嘅稱呼，上帝係扮演咗一個父親嘅角色，而父親係代表咗保護，代表咗保守，代表咗供應。而作為我哋嘅父，原來神係會特別顧念一啲受傷嘅人，神係會特別顧念孤兒寡婦。你亦都見到喺申命記裏邊嗰度講得好清楚，點樣紀念孤兒寡婦咧？佢話你打橄欖樹枝上嘅剩下嘅不可再打，要留給寄居嘅同埋孤兒寡婦。耶利米書49章11節話俾我聽，你撇下孤兒，我必保存佢嘅性命，你嘅寡婦可以倚靠我。雅各書1章27節話，在神我們嘅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嘅虔誠，就係看顧患難中嘅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而事實上，大家如果有留意嘅話，你會見到希伯來嘅原文嘅父親，其實 father 呢個原文 ab 呢個字係代表保護者，係代表供應者，一個 protector， 一個 provider。而伸冤者 NIV 就譯做 defender。而原文 shafat 呢個字咧，其實係話有伸張正義，佢係提供保護，有個咁嘅含義。delivering justice and protection， 所以上帝係我哋嘅保護者，係我哋嘅供應者，亦都係我哋嘅伸張正義者。而上帝本身有恩慈，有公義，所以身為上帝主耶穌基督耶和華我聖靈嘅三位一體嘅追隨者，我哋係應該要活出一個關懷，去扶持並且去捍衛一啲身處困境嘅人。而我深信關懷孤兒寡婦係教會
一個應有嘅責任，亦都一個義不容辭嘅責任。但係好可惜，呢個責任卻係好多教會被遺忘咗。今日嘅教會好多時候似乎唔記得咗，我哋係要關顧孤兒寡婦，一啲受傷害嘅人。但係教會似乎忘記咗，今日個教會似乎係好中意去樹碑立尊，去建立一啲大教會，一啲 mega church 啊，一啲打造一個有外殼嘅啊，好靚嘅，好宏偉嘅，去建咗一啲奢華嘅禮堂。而唔記得咗上帝最關顧唔係個禮堂，上帝最關顧嘅係咩？係人嘅生命。我希望我哋牧恩教會要謹記。而另外啦，今日喺呢個父親節裏邊，我特別咧睇下有冇時間，仲有啊？特別父親節咧，我想同一啲單身嘅嚟到啲心底嘅說話。因為點解咧？我好多時候我覺得喺母親節、父親節，好多人好多時候對單身嘅甚至冇小孩子嘅朋友嚟講，或者弟兄姊妹嚟講，我唔知呢一日俾你有咩嘅感受。嗱，我就冇小孩子嘅，咁我亦都係嘛，咁我當然啦，我除咗我當然我都相信。我應該唔會有小孩子，應該都會唔能夠有承歡膝下嘅享受嗰種樂趣啦。但係無論點都好，如果你今日仍然係單身嘅，仍然盼望有婚姻有家庭嘅，我想今日同啲單身講，你唔好忘記神係冇忘記到你。唔好認為你嘅人生係唔完整嘅，特別嗰啲冇小朋友嗰啲，唔好認為你生命係冇價值嘅，因為神仍然可能成就你嘅盼望，即或不然，神仍然可能喺你嘅生命裏邊結出咗一啲豐盛嘅果子。你睇下使徒保羅一生未結婚，冇親生嘅兒女，卻係成為無數人嘅屬靈嘅父親。佢稱提摩太為我真兒子提摩太。保羅冇親生仔女，卻係影響咗歷世歷代。而我今日可能講以下我想講婚姻，可能對一啲人講，希望我唔好冒犯咗結咗婚嘅人，亦都希望唔好冒犯任何人。根據聖經，我嘅領受，婚姻未必係一種祝福，亦都唔係人生嘅價值嘅來源。嗱，點解我咁講咧？如果你睇哥林多前書第7章8至到9節，保羅話嘅，我對沒有嫁娶嘅寡婦說，他們若能維持獨身像我一樣就好，但他們若不能自制，就應該嫁娶。與其欲火攻心，倒不如結婚為妙。我認為 NIV 更加嘅傳神。佢話 It is good for them to stay unmarried as I am。嗱，點解單身係一件好事？保羅話點解？因為喺第32節同埋第34節裏邊都係講咁多前書啊，佢講得好清楚，冇結婚嘅事係為主嘅事掛慮，想怎樣令主喜悅；結了婚就為世上嘅事掛慮，想怎樣取妻子或者丈夫嘅喜悅，於是就分心啦。嗱，保羅所以就喺第35節總結咗，佢話我說這話是為你們嘅益處，不是要勞罩你們，乃是要叫你們行合宜嘅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沒有分心嘅事。結婚其實我想大家明白，未必係最佳嘅選擇。嗱，again，我希望冇冒犯到任何人啊！我根據聖經嘅教導啫。嗱，婚姻嘅目的係乜嘢？頭先保羅講係慎防你陷入淫亂啊，係嘛？係避免你欲火攻心，陷入淫亂啊。咁所以退而求其次，你結婚啦。其實單身係最好嘅。而事實上咧，我亦都想再強調一件事：婚姻係冇永恆價值嘅。我講真㗎。換句話講，如果 Mary， 佢喺咪度先啊？好似喺度啊！如果 Mary 離世先過我咧，
我哋個婚姻嗰個約就終止，或者我死先嘅話咧，婚姻嘅約就唔會再有效。婚姻嗰個約係 within 我哋呢個 earthly life， 喺天國裏冇丈夫冇妻子，因為耶穌基督講得好清楚，天國係冇嫁娶嘅。所以作為單身嘅你，信徒唔需要去追求一啲喺地上冇永恆價值嘅事。婚姻喺呢個地上完結噶啦，翻到去天家嘅時候冇咗婚姻呢樣嘢嘅，所以大家唔需要咁執着。所以亦都好坦白同大家講，對一啲除咗單身冇兒女嘅弟兄姊妹嚟講，父親嘅身份未必係一個祝福噶，唔一定係人生價值嘅來源。神先至係我哋身份嘅意義同埋來源。喺主耶穌裏邊，每一個單身者都係完全嘅，佢嘅價值唔喺婚姻狀態，佢哋嘅價值不在於婚姻狀態，而係在於神嘅愛。讓我重複，對啲單身嘅或者冇小孩子嘅弟兄姊妹嚟講，你哋嘅價值唔在於婚姻嘅狀態，或者唔在於小孩子有冇嘅，係在於神嘅愛。我希望大家謹記。最後啦，弟兄姊妹，當我結束今日嘅講道之前，我再想翻去頭我想提出過嗰兩位父親，一位就係個太古城嘅父親。Again， 佢一日之內失去咗妻兒，我好難去想像佢呢一刻裏邊最黑暗嘅一日。雖然新聞已經過咗1個星期，但係我相信可能仍然有人討論。但係我亦都相信，當新聞慢慢熱到過去嘅時候，大部分都唔會記得，會忘記呢個父親。然而神係唔會忘記佢，因為我哋嘅天父話俾我哋聽，喺詩篇裏面話俾我聽，神要喺佢聖所作孤兒的父，作寡婦嘅伸冤者。呢位看見孤兒嘅神，佢亦都見到嗰位傷心欲絕嘅父親，呢位數算人頭髮嘅父神，亦都會顧念每一個人嘅眼淚，亦都知道呢位父親每一度嘅傷痕。即使全世界嘅人遺忘咗佢，神看見，神知道，神憐憫。而另外一位父親，佢同太古城呢位父親完全唔同嘅，冇經歷到呢個咁嘅悲劇，但係佢哋有同一個共通點，就係都係好容易被人遺忘嘅。好多人記得瑪利亞，記得彼得，記得保羅，好少人會諗起約瑟。但係喺神嘅眼中，約瑟卻係一個好寶貴嘅人，因為上帝親自將佢個獨生兒子交託俾約瑟嚟到照顧，嚟到俾佢守護，俾佢養育，以致到能夠完成咗上帝託付俾佢喺地上嘅使命。然之後約瑟完成咗呢個使命嘅時候，佢就安安靜靜咁樣去退下佢嘅人生嘅舞台，冇掌聲，冇人記得佢，但係神卻係紀念到佢。我哋見到呢兩位父親有好好嘅強烈嘅對比，一個父親，一位父親喺太古城嘅有巨大嘅痛苦中裏邊去，可能真係默默嘅流淚；另一個父親好平凡，佢係忠心嘅默默嘅去服侍，一個佢承受咗好多嘅傷痛，另一個係完成咗上帝俾佢個託付。睇嚟係完全唔同嘅人生，但係都有同一位嘅天父去看顧。所以今天嘅早上，弟兄姊妹，特別父親節，我想大家知道，神唔單止見到幸福嘅父親，佢亦都見到受傷嘅父親。神唔單止見到幸福嘅人，亦都見到受傷嘅人。神唔單止見到站喺台前嘅人嘅服侍，神亦都見到幕後嘅喺背後好多嘅服侍。神唔單止見到嗰啲擁有完整家庭嘅人，神亦都見到嗰啲失去家庭嘅人。神唔單止見到嗰啲已經成為父親嘅人，神亦都見到嗰啲渴望成為父親嘅
但係仲未實現嘅人。今日或許你好似約瑟一樣，默默嘅付出，默默嘅服侍，默默嘅承擔嘅責任。好多人可能都唔知道你做咗好多嘢，又或者你好似一個太古城嘅父親，心裏邊有好多嘅傷痛，有好多嘅遺憾，有好多嘅失落，有好多嘢別人無法理解嘅嗰種咁嘅辛酸，嗰種咁嘅重擔。但係無論邊一個情況都好，你要知道上帝話俾你聽，我兒，我看見你，我看見你嘅眼淚，看見你嘅辛酸，看見你嘅等待，看見你嘅孤單，看見你嘅忠心。我睇到，上帝睇到別人睇唔到嘅事情，所以我哋唔好灰心，唔好失望，唔好以為被全世界遺忘，因為上帝嘅紀念係會永遠長存。人嘅掌聲係短暫嘅，神嘅稱許先至係直到永恆。人嘅眼睛可能睇唔見，但係神嘅眼睛從未離開過你。所以喺呢個父親節裏邊，我哋最大嘅安慰唔係嚟自兒女嘅禮物，亦都唔係嚟自別人嘅稱讚，甚至唔係你人生所有嘅願望裏面能夠成就。我哋人生最大嘅安慰就係我哋有一位見到我哋嘅天父，佢見到嗰位太古城嘅父親嘅傷痛，佢見到約瑟一生嘅忠心，佢亦都見到你。讓我哋唔好忘記希伯來書第6章第10節同我哋講，因為神並非不公義，竟忘記你們所做的工和你們為他名所顯嘅愛心。所以我親愛嘅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動搖，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為知道你們嘅勞苦在主裏唔係徒然嘅。弟兄姊妹，人可能會忘記，神永遠都唔會忘記。人可能睇唔到，神係會見得到。讓我哋好似約瑟一樣去忠心到底。亦都願每一位受傷嘅父親能夠喺天父嘅懷裏邊得到安慰，得到盼望。無論你今日係咪一位父親，一位被遺忘嘅父親，一位屬靈嘅父親，或者仍然盼望成為父親嘅弟兄，最重要嘅身份，你唔係一個父親，而係你嘅最重要嘅身份，你係神所愛嘅兒女。羅馬書第8章第15至第16節話俾我哋聽，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嘅乃是兒子嘅心，因此我們稱呼阿爸父。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嘅兒女。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嘅兒女。讓我哋一齊低頭嘅禱告。親愛天父，我哋滿心嘅感謝讚美你，因為你係嗰位喺聖所裏邊作孤兒嘅父、作寡婦嘅伸冤嘅神。當被忽略嘅時候，你看見；當被遺忘嘅時候，你紀念；當人感到孤單無助嘅時候，你從未離開。我哋感謝你，因為你係嗰位看得見每一個破碎嘅人。當世人被忽略、被遺忘，甚至唔了解、唔明白嘅時候，你仍然看見每一位父親嘅眼淚，每一位父親嘅付出。主啊，我今日特別想為到所有嘅父親禱告，求你堅固嗰啲默默承受家庭嘅重擔嘅父親，安慰嗰啲受傷同兒女之間有疏離，或者正在經歷失落同埋孤單嘅父親，亦都眷顧嗰啲渴望成為丈夫、成為父親，卻仍然在等待嘅弟兄，讓佢哋可以喺你裏邊能夠找到真正嘅價值同埋盼望。願我哋嘅教會、牧恩教會成為一個屬靈嘅家，讓孤單嘅人找到歸宿，讓缺乏父愛嘅人能夠經歷你嘅慈愛，讓好多人透過弟兄姊妹嘅生命能夠見到天父嘅心腸。天父，我哋想到嗰位太古城嘅父親，亦都想到約瑟默默
佢忠心嘅一生。求你提醒我哋，人嘅眼睛可能睇唔見，但係神你永遠見得到。人嘅記憶可能淡忘，但係神你永遠都唔會忘記。求你幫助我哋好似約瑟一樣，喺冇掌聲嘅日子裏邊，仍然能夠忠心，仍然願意侍奉；喺不被看見嘅時候，仍然願意順服；喺人生嘅等待當中，同埋背負好多嘅重擔當中，仍然能夠信靠你。最後天父，求你讓我哋永遠記得，我哋或許會被人遺忘，但唔會被你遺忘。我哋或許會感到孤單，但係唔會失去有你嘅同在。我哋或許不知道明天如何，但係我哋知道你永遠掌管明天。願每一位嘅父親，每一位嘅弟兄，都能夠喺你愛裏邊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得到盼望。因為你係嗰位永遠不離不棄我哋嘅天父。我哋咁樣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Amen。